么辜负了大家的期望，在这里，我再三的给各位抱歉，也跟各位说一声对不起，各位对不起。可是呢，好像并没有达到大家选民的期待，就是说没有办法把民主这真正的优点发挥出来。每一次的选举看到的没有真正的理性的问政，针对好的政见，针对国家需要的政见，针对政府需要改善的地方，提出一个理性的探讨，提出一个对老百姓真正有利的探讨。那么每逢选举到了，就是掌握权力的就用政策来买票，那么没有权力的，就是希望然后透过各种方法，来抹黑、抹红、抹黄，就是大家对讨论真正对于关心的议题比如说我讲的0到6岁国家帮你养，我们最近看了日本，也感觉到老年化的危机。他们呢，不但是推0到16岁国家帮你养，而且他们日本在几年前就推出了一个呢，这个老龄化对策部，老龄化的对策的部门，就对老龄化的年龄的对策怎么有对策，有这么一个部会，他来实施各种的怎么样对鼓励生育，怎么样让年轻人养得起，生得起，养得起，教得起，育得起。那么怎么样到中年到老年，怎么国家？所以这个日本呢，那么日本为什么有能力这样做？因为日本有很多很强的经济体、经济的事业。日本有很多很好的公司，它赚钱缴税，那税呢就拿来做社会福利。所以刚刚有人说我在文家哥啦，就说我在政治思想上我在国家的治理上，我偏向右派应该国家有一个很好的领导，来领导国家走对的方向。但是在社会福利上，我偏向左派社会就是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那么把这个社会，我们就拿讲100亿的身障基金，我们最近呢也一直在开会研究。等一下，你那个谁，我们的智库还有我们朱一萌教授，等一下跟你讲，我们还在做这个案子。那临100岁的身障，因为很多身障的人士，他有100多万，他没有人要照顾，或者保险不愿意保，我们一直在推动这个事情。所以虽然这段时间我中秋节退后，中秋节过后，我宣布了退出这一次2020的总统选举。但是我认为将来这一些法令的推动，这一些国家福利政策的推动，这一些国家发展新经济的推动，这一些在中美贸易过程中，台湾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世界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台湾怎么样让年轻人找到对的方向，让年轻人有新的一个技能，学习未来，不管是大数据，不管是人工智慧这些都是让台湾的年轻人有机会分享得到这个知识，也能够运用到这个知识。那让在台湾的经济的结构转型中，政府除了要能够发展经济，政府的效率要怎么改善？政府有多少的钱是花在没有效率上面？怎么样让政府能够节省预算？怎么样让每一分钱
都跟我们做企业的一样，都花在刀口上，都让这个每一分钱都花得很有效率。我们各县市议会的预算，我们政府立法院通过的总预算，我相信有非常多是不符合实际需要的，有非常多是因为包裹律法来通过的，有很多的地方是跟我们实际的民生需要是脱节的，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效率，所以我觉得将来在立法院，不管对这个福国利民的法案，对国家未来这个走侧的国家未来经营方向的这个新经济的法案，甚至于福国利民，甚至于给我们国家的这个民生法案，这一些呢都能够在立法院都必须要经过一个真正有效率的有方法的有系统的，那么朝一个目标，朝一个理想的目标继续前进推动的这一个方法来去作业。那这一些呢，就认为说，我虽然不参与这个总统，但是呢，我认为立法机构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有了好的法案，有了好的政府的预算的控制，那这个国家的效率，国家的这个能力，就会呢随着这个社会的改进，世界经济的世界科技的改进，经济的变化，那么国家就可以呢达到一个虽然不能当一个总统，但是我们在立法院可以控制很多这个对老百姓需要的事情，就真正把老百姓的想法，我们人民的想法，能够再贯穿到这个立法院内。所以呢，我想转换一个战场对一个这个我们大家不离不弃支持我的郭粉们、老五军团们我是希望我们不只是一个郭粉，我们要凝聚起来，变成果冻，好不好？那么第一期的果冻呢，就像我们该办这个感恩晚会，把大家呢聚集起来。那这个果冻，我们聚集起来又不像粉一样被吹走，我们是理性的果冻，对不对？然后今年年底之前，我们会把果冻的冻变成动起来的冻，OK。那么让我们的行动支持我们有刚刚我有讲那个，我们有支持对第一个，大家今年的立委选举，我们没有，只是目前没有名字，但是我基本上第一个，请投给认同政治要为经济服务，不是服务政党派系的候选人。这是我的第一个论述。第二个，请投给支持创新、顾及民生、社会公益、缩短贫富差距的候选人。我当初出来选举，不为名不为利，我自己要拿钱出来选举，甚至我公开宣布，我不去外面募1毛钱的款。那么，可是呢，还是很多选民呢没有了解，因为有很多人就是募款以后，他就会受到人家对，现在有很多土地的啦有很多东西，他捐个钱，他捐钱的目的背后是什么？他就是为了将来要能够回报。我今天出来为我们2300万我们的人民同胞服务，我不求回报，我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安居乐业，不受到任何的威胁。所以我讲，这第二呢是支持创新、顾及民生、社会公益、缩短贫富差距的候选人。第三个，请支持务实、中道、理性，不要操弄族群，不以意识形态骗选票候选人。这一些的各位，我想我们将来在脸书都会发表出去。
最后呢，我要讲，你看我我们这一届的幕僚，除了这个就年纪大一点的阿曼达以外对，这个除了阿曼达年纪大一点以外，我跟你讲，本来我要安排人家送花的，不要了。结果这一些，因为我们相处的，他在永宁相处的比较久，但是这些年纪轻这些幕僚们，我们都是最近这几个月工作在一起，都没有超过半年，所以我出来选的时候，我就有一句话，我说我出来选有很重要的一句话，我一定要说，许年轻人一个未来。我就希望许年轻人一个未来，许国家，因为年轻人是国家的希望，年轻人有未来，国家才有未来，对不对？我们呢，国本要变成果冻，好不好？让我们团结起来，我们冻结起来，让我们将来为我们将来对国家，你们每一票都是等值，你们每一票都非常有用，所以让我们凝结起来，让我们找到推选出有这个对国家认同、对社会有贡献的候选人，我们来共同来投他，好不好？好。